守れ。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。ただいま出張から帰ってきました。黙ってきた。大手つき、罪を認めるな。检察官问你，你知影家己犯的罪无？犯罪証書を読んでやれ。调查彰化市民吴铁皮，男，24岁，伫昭和6年，奉请伫个日本人丰川铁经营的丰川製廢株式会社做临时的烧窑工人。伫废仔取窑的时阵，偷摕一支上顶的地鼓藏喺衫内底。丰川社长感觉怪怪，就问伊：悟犯偷摕无过手，都摕地鼓牵丰川社长，致使丰川头壳天17针，待院2个月。大手つき、正当見捨て、日本人を暴行を加え、よって11年の懲役に処する。高铁皮偷摕无成，阁伤害日本人，罪加1点。检察官建议判你12年。是安怎咧判12年？阮阿母来面会时阵，你讲迄个社长人好好的啊。坐定去。大人，莫甲我关啊！我是冤枉的啊！大人，我无偷的地鼓啊！バカ野郎！大変な民族だな。哼。何がおっしゃいました？所長さん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う。社長さん。いい曲だね。これさっき歌ってるの歌だ。このままで歌ってみよはい。人生亲像桃花意，有时开花，有时是花有春天再开机。人若失去无我是恋爱无分，甲伊急性，第一要紧是真情。コウさん、決めた。東方騎兵器は龍ちゃんに任せます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でもさ、龍ちゃんの名前はちょっと寡妇っぽいだね。社長冇俾嗰個前向超寡婦哦。いえ。ただ、内地な歌手ような芸名使おう。ああ、ねよ。う。リュウちゃんの名前はリュウ清香。清香は単純な香り。単純が純純。純純。純純。清香純純。いい名前ですね。いいでしょう。うん。田妈仔，阿仔，来，老早，我说阿仔，哎，老早，老早，哎，你多少钱？你看，咱的歌吼，我要叫这个顺顺来唱，顺顺来啥？可是我老上，可是吼，头脑有够好。顺顺的本名老清香啊，
老城乡像你知无？啥？就迄个唱歌戏迄个啦。哦，迄个哦，我知。嘿啦，啊，即摆改名叫顺顺啦。是安怎要改做顺顺啊？要出台湾流行歌的曲盘，啊，你号做老城乡，啊，就爽去啊，对无？啊，你若讲顺顺，安尼无共款啊，你还讲唔领呢？对无？看起来话气质拢好起来呢。嘿啊，嘿，这开始网络上哦，真正有生理头脑啦。这台湾流行歌完全叫做起来哦。哦，安尼啊，安尼上好啊。顺顺。这里，多谢啊，委员家过来啦，顺呀顺呀。会长，哦，委员，啊，当时回来啊？在。来，你来啉茶啦。在。对，这样。啊你安尼台中台北走来走去，敢袂真忝？忝嘛是无法度啊。啊，咱袂踮咧台北找头路啦。你啥？我是学音乐的，除了去学校做先生以外，我可会当找啥物头路啦？踮咧台湾靠做乞讨趁，敢真正遮困难？啊，我听讲高中毕业会出桃花起火记主题歌的曲盘呢。敢真是？我听永乐做的人讲的啊。若是安尼，伊毋都爱付钱互作曲的人？你的意思是讲做流行歌？是啊，试看卖啊嘛。谁有一些的，用某女朋友。你过来啊！阿爸，老师呢？因为有两蛮有好事。哎，学生嘅家长本来嘅，那我先。你是？你还是高诶，是。俩，我在重庆长优势。你说你看，你了解？阿爸，是谁？冇错哦。有事情要同讲。没事啊。我钱都加高诶。你赚的钱哪有啊？那当然啦呗。但係上啊，生意太誒，嚟做啲帶件嘅嘢也未嘅，下開時間爭去接。生意开嘞，你就不是很辛苦嘞。你唔靠冇事這樣辛苦。也家搞吼，係邊橋人家嘅生意咧，一禮拜去300就做得200元。係啊。我以前好高嘅先生同佢介紹嘅，很輕鬆嘅工作，冇你勇氣啊。该手你就辛苦掉了。我啲上啊，唔啲台中一禮拜過來禮拜，我留條路詞聽好嘛？因為你台北去唔到條路，爭去台中嘅嘛？我意思係講，你去台北前你同我有關係工作，安尼就真係重新做劇啊！做唔得，冇靠咁耐喲。唔去日本時間，唔去牙齒牙存錢啊！年付團牙過會去啊！做唔得，我係難嘅，向做地老鄉家嘅經驗，跳本富人家咧。係沒有輸過高用嘅，富人家團難明嘅，沒窮用做得賺錢。
对我讲吧。秋的啊，啊你即摆会当写歌词是真好啦，啊毋过阿母吼惊讲你伤忝。袂啦，那会哎哟，那会袂？你啊，如果音乐做，啊，如果写歌词，阿母吼感觉足毋甘的哦。阿母啊，只要你过了好，过了欢喜，我拢袂感觉忝。啊，你实在足有效的啦。阿母今日若无你吼，哪有人活到遮侪岁？阿母啊，你莫安尼学别人讲啦，你哦绝对食100岁以上哦。好啦，啊，干咩就好啊，咱先来等，好，来，安怎？老啊啦，骹吼较袂自力的啦。安尼哦，来啊，阿母我给你啊。啊，若是安尼啥，咱就落来出来散步。阿母我给你看啦，然后来。